即摆有真侪民众拢唔敢出门，第一冲击到的就是观光业。这个云林北港朝天宫的商圈，上主要是卖这个伴手礼、卖喜饼等等。讲这半个月以来，人潮是大大减少，真侪店家是暂停营业。啊，就算有开门做生意的，生意嘛真歹，销售量大减8成以上。即摆真侪店家拢是硬经硬动，但是唔知影还会当过来动偌久。 真侪人印象中，朝天宫以及附近的商圈应该是真闹热，也不因为过来半个月以来，逐工确诊拢破百，个人自主防疫意识提悬。我本来真闹热的所在，半个月来，人家只剩1、2成，附近嘛是冷冷清清。 影响上大就是做喜饼，疫情爆发以来，订单是退甲业者安尼算袂清楚，甚至出名的伴手礼饼店，一天人客较无50个人，员工只好轮流上班。几乎拢零啦，差不多9成以上咧。安尼100年你有拄过这摆无？SARS 嘛无遐歹。面对这情形，生意人拢认为讲，预防车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。只要求赶快给我们疫苗，赶快打，哪怕是70%的成效。 也可以。总共一句，面对这场对抗病毒的战争，这生意人拢有问讲，赶紧有疫苗，才到恢复应过欢迎。